罗马的吗？关掉了。关掉了。不让跳了。我有2天没来了。罗马那边不让跳，不知道哎。不让跳了，他会施工啊，他会施工。你看嘛，你没去看嘛？姐姐，我家里都没来的嘛，你晓得？就是有发生事了，所以不让跳。等我走。今天穿的衣服，你说这人是最多最多的。姐姐，你先说一声。哇，这到底谁的礼物啊？我分不清了，有个。上来我应该是有史以来是最多的 ，Top 1应该是。观众有趣，对，跳舞都在一起，根本不会跳。哇，那个上面有两乖，第一个那个。走到出发前面了。
票了。中间敲了2个狼，我找不到。真巧。这个哦，那个，等一下吧，我来，等一下，这个打开一下。这是旗队给韩国网友旗队给花能取真的，然后他宣完还是给他送了礼品也送。
应该哦，对了，现在看。曲座的，去这儿啊。下哦。哎，他这是哦，这个哦，可能给那个吴京啊，上次给吴京他是不是啊？大家知道，哎，第一次吴京他这是一个男的嘛，啊，对，他回来嘛，是来了，哎，可以，这个你们，好，咱马上过来了，在那个这个你看那个这个，粉色那个，哎，后面，哪处后面那个？这个，对，这个。还有拉错，拉错这个，这个是就是谭先生送的。随便找的。还买了那个2块的鸡肉在这个位置。知道永吉要来，不然的话我今天跟永吉就是讲学姐要送台湾那个，我估计他今天不会来呀，他现在来了，没说明天星期六都要送吧，是吧？星期六给永吉送，或者星期五的晚上，明天晚上送吧，明天晚上他应该要来，我问一下。这边，穿黑衣服吧，黑衣服那个，这个几个，来，哇，
好。有点重，把那耳朵进来以后。谢谢老大，谢谢老大，跟并且谢谢老大。那他们3个人的零食在一起，3个取多少拿出来有5斤的，买了一大箱子。他又买同样的，如果买3份的话，一样买一种，但是我没有买，我想买多一点。我想本来他们3个好像基本都在一起啊，所以比较。现在就去吧，现在就分零食，全部是很多。咖啡的，可以这个。可以这个吗？这个